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壽山石裏面嘅善白美石。題材係商福朝陽，上面做咗一個大篇幅。呢個深色黃色嘅部分呢，係代表太陽，有絕大部分係俾嗰啲雲皮遮住咗。呢度有一隻細嘅蝙蝠，就變咗兩隻蝙蝠向個太陽飛去。呢件石相當透，質地也可以。屬於簡單嘅做法，效果令人滿意。